喺二戰後嘅紐倫堡審判中被判處減刑嘅威廉·凱特爾，係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嘅重要成員，並因簽署同執行多項涉及戰爭罪同反人類罪嘅命令被判刑。威廉·凱特爾嘅國防軍最高統帥部，通稱 OKW 嘅總司令，直接參與咗納粹政權嘅侵略戰爭同戰爭罪行，積極參與策劃同指揮戰爭犯罪，而並非只係執行命令。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係響1938年希特勒親自接掌德國國防軍指揮權，並廢除戰爭部之後成立，並且任命凱特爾為首長。從此，凱特爾未被正式授予帝國部長頭銜之下，仍享有希特勒內閣級別嘅官階，實際上承擔起德國戰一部長嘅職責。故此，佢嘅戰爭罪責任都更加深重。職業軍人喺紐倫堡審判中未能以執行上級命令為由逃脫罪責，原因在於國際軍事法庭所確立嘅個人法律責任原則。法庭明確指出，服從上級命令並唔係免責嘅充分理由，特別喺面對明顯違反國際法同人道法嘅命令嘅時候。因此，當面臨涉及種族滅絕、屠殺、戰俘、處決等嚴重違法行為，執行者必須自行判斷佢嘅合法性，並對自己嘅行為負責。呢個原則係為咗防止以服從命令為藉口，逃避對戰爭罪行嘅追責，促使軍人具有法律同道德判斷力，而並非盲目服從命令。因此，好似凱特爾呢啲高階軍官，由於喺實施同推動非法命令中扮演咗關鍵角色，冇辦法將責任推諉為單純執行命令而被判處絞刑。呢個標誌住除咗納粹黨嘅高級官員外，對最高級別嘅德國國防軍將領嘅個人行為實施追責，亦係二戰之後國際法喺戰爭罪行追訴上嘅重大進展。